萨瓦迪卡，萨瓦迪卡，牧师好，很开心哦，好，今日大家好，真欢喜，对，观众朋友大家吃饱未？拜拜。真欢喜嘿，邀请到牧师，因为牧师呢讲泰语对无？讲40档啊，所以咱今仔会讲华语吼，较会认真安尼吼。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用华语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大家看一下我的后面，哇，这个猜猜看是哪一族的？有没有人知道哈？写下答案，有奖征答。那今天很特别，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小叮当，这个是台北哈少数民族的小叮当哦。为什么可以18般武艺精通哦？我们叫他女侠牧师哦。等一下我们要来听听小叮当女侠是怎么样变成小叮当这么厉害哦。好像听说从接生哈到那个弹吉他都要会哦。大家看一下哈，后面牧师后面这个是牧师在弹吉他对吧？还要教人家弹吉他是这样吗？好，我们的梅秋来了，梅秋你好，明辉应该在开车哈、哦，对，谢谢大家。虽然我们提早了，还很准时来报道哈、哦。好，那牧师要来继续哈、哦，因为上个礼拜说他做梦到泰国，所以呢，他就跑到泰国去了，一待就是待了40年哦。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他在泰国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哦，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哦，所以要听到最后，为什么会跑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呢？好，石牧师，各位，你石牧师，你没有声音，对不起，我那个耳机好了哈。有了有了，可以有听到了。好，那等一下牧师调整一下他的耳机麦克风。啊，上次我们有讲到，有没有人记得啊？上个对不起，礼拜对不起，刚去哪里？刚忘了把耳机放上去了。好，原来是有很好，很好，出错的现在很时候。清楚啊。对，一好边开车一边听明辉哈，谢谢谢谢。好，好的，那各牧师位在嗯，镜头前面的观众或者听众，大家晚安。虽然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好，我们来继续。接下来今天的题目还记得吗？小叮当女侠，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你听下去你就会知道哦。上次说了哈，那上帝就把我带到泰国北部。我们来看看泰国北部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好，现要在换麻烦你，对换要我们的麻烦你。投影片有问题。好的，好，我们稍微有耐心。好，所以上一集呢，如果你有听到，就是很奇妙的借着在宇宙光工作，所以宇宙光就成为我宣教的摇篮了。那也借着他们有机会送炭到台北，我就开始对台北就有一个很丰富的想念。这个想念呢，就让我很快的就直接进入，当然没有一下子就进去哈。那上帝让我去台北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装备的，好像一个军人上战场，他也需要怎么样操枪，他也需要怎么样知道来训练。那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呢，当上帝让我能够在台北之前呢，我就可以先了解那边情况。其实你可能听得会吓一跳哦，我其实去了6、7次哦，才决定去的。你说，为什么去那么久？当然咯，你看在台湾的生活这样的舒服，这样的好，那人怎么会放下自己舒服的生活，然后去另外一个你又不熟悉，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呢？但是我仍然还是有一个坚决的心当我去了6、7次，我就真的清楚了，原来这地方也有一群的华人，就是中国人。虽然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但是基本上他们可以讲跟我们一样的语言。虽然他们是讲的比较多是云南话，我听一听这些云南话
也不难懂，也慢慢也学像他们的口音，所以很快的就适应了。好，等一下我们看投影的时候就清楚。我之前呢3年都在台北的比较落后的地区，你看到因为现在没有图哈，现在投影有点点问题，等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很快的就会恢复，让我们可以来了解，在整个的台北的山区呢，可以说是荒无人烟哈。那还有几间的房子，那个地方呢，我们就称为永泰村。好，永泰村泰国话叫做母棒散地鼠，散地鼠就是一个永泰平安的意思哈。那这个地方呢，真的是荒无人烟。那虽然它幅地有点大，但是呢，它就却占地那个就是居民住的地方呢，大概就是有差不多500多个人。那500多个人，那也不过100多家，哈，100多家。那当时少数民族当然生产欲也是很强的所以每一家孩子也都是有3、4个啊、5、6个都有的。好，那来到这个村庄呢，很奇特。这个村庄呢有3年，那我可以说刚开始上任呢，那因为我们虽然受过神学教育，但是很多生活常识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习惯，不管是用瓦斯啦，或是我在城市长大，所以对乡村农业的东西呢，还是很多不清楚的，就闹了很多笑话。讲一个不让你见笑的笑话，我还不知道凤梨是往上涨的我还跟人家说，哎，现在有凤梨是吗？那可不可以去拿几颗凤梨来吃呢？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吗？凤梨是往上的，现在没有凤梨。哎呀，我就觉得害羞死了哈，害羞死了。还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大葱当做稻米。你看，我们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要去到一个乡村，我们真的要有很多的适应，很多的想象。好，现在投影来了，我们不好意思回来了。好，对，所以这边是好，这边是我在刚刚说的哈，我们一个军人，我们要上战场，要去装备。同样的，作为一个宣教士也需要的所以我就现在这个那时候当时是在基隆有一个这个我们叫做门徒训练中心，有吴勇长老他们来带着我们，那是学生不多，我们这一批呢就9个，但是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我们就这样受装备。以后我就开始上了战场。好，我们下一章来看。好，受了装备以后，当然刚刚说了，我的信心不是很足够，所以可以说呢，在我知道台北的情况以后，我还是小有信心说，哇，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怎么可以适应呢？就为了让自己清楚，我就跟我的长老，就是院长，当时是吴勇长老，就跟他提，就说，哎，可不可以让我放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去走走看呢？他也很好，他就说好的，你只要不影响学校的实习，可以的。所以你看，你知道吗？我要去那么多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单身女孩，你不要忘记哦。我虽然在泰国40年，但那时候也都只有10几岁耶，才20多岁出头哈。所以你20多岁早期在台湾呢，你单身出去，人家都会怀疑你是不是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还而且最后是去泰国。对呀，在台北人家以为你要去好像卖淫之类各种的哈行业后来教会也看见我有很这个心，所以就直接把我在我的身份证上就改了，就是传道人，这样子的话就免了一些难处。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呢，就去到台北，大概就去了6、7次。6、7次以后，大家也觉得说，哎，你的思想很成熟，你也确定要去。所以在1984年很早了哈，12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教会就有大概6、7间，他们就想说，哎，我们一间大概没有能力，我们就联合起来，所以叫做联合差传小组。差传就是把我们差派从台湾出去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每一年就办一个年会。那年会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让弟兄姐妹认识我们去哪里，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奉献。所以那时候我们叫做差派礼，就有很多的长老很多的执事，他们都认可
觉得可以了，你6、7次很成熟了，就把我差派了。好，以后我就上了战场。好，在1985年的时候，当然进入泰国，语言很重要了。语言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具，大家都知道，你要跟人沟通，语言不通，哎呀，真的太辛苦哈。那我们第一个叫见面，叫刚刚我们的主持人带我们的叫萨瓦迪卡。那我们台湾的很容易记的三碗猪脚嘛，对不对？你只要记三碗猪脚，你到处都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的哈。因为这句话呢，早安、午安、晚安、再见、平安都可以用的，非常礼貌的。但是不同的是尾音哦。如果你是男的，请你记得你的后面的尾音要萨瓦迪卡，嘴巴要闭起来哈。女的呢就不用，女的萨瓦迪卡很温柔哈。这是我们看到进入泰国的第一个见面礼。那我们看到泰国在整个世界，它不算大，但是在东南亚是看得见的。你看那个绿色的，就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它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泰国的国旗。那我们虽然对泰国很熟悉，但对它的国旗，你看两旁边红色、白色、蓝色都不同代表。蓝代表王室，他们到现在还有国王的，他们对国王非常的尊敬。好，然后白色代表宗教，所以泰国是一个宗教自由，什么宗教都可以的。好，然后红色代表民族，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有76个大民族56个大民族，以后有一些呢，因为在解放之后慢慢出来，所以到了泰国大概就有差不多30多个。那这些民族呢，泰国政府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未来的泰国的代表，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可以获得泰国人的国籍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好，那你一定很好奇，到底泰国有多大哈？你看泰国呢，就像你看它的小学课本说像一个斧子，有没有砍树的斧子？你看那个大大的地方，那个柬埔寨那个地方像个斧子，但是我觉得它很像个象头，有觉得吗？你看这个缅甸那个地方跟柬埔寨像耳朵，很像，对不对？然后长长的鼻子，对，哇，泰国有15倍台湾这么大哦。你把台湾放进泰国里面，可以放15个。光是曼谷曼谷是我们所谓的泰国的首都咯，首都就有台湾1/5这么大。哇，那你看它人口呢就有台湾的3倍多3倍多，就不断的往上增，大概有70多万。好，我们来看看来到这样一个比台湾大15倍的地方，我到底能做什么？那下面就告诉你我宣教的一个历程。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一定也很好奇，因为小叮当女侠就是这样来的。当然，我们从台湾出来呢，一定要有一个机构嘛，公司差派。那一样的，我们有机构，这个机构叫中华基督徒地方教会联合参人协会。刚刚说的好几个教会联合，你看到1985年我进入泰国，到2021年是表明就是65岁满了，在台湾来讲，公务员需要退休的，所以我在今年2024的话，我就已经退休了快1年多了。好，我们来看，那进到泰国呢，下一章，你还是要透过在泰国的所谓的机构来连接，那你才有办法进入工作。那当时我们就是在泰国基督教总会，就是由当地泰国的教会他们组合的，他们分了，那时候分了差不多19个区，现在不止了，现在20多区。那时候我就进到第12区，然后因为他们很多在泰北的山上都有些教会，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地方适合我们，我们也要尊重当地他们的制度，就是跟他们结合，所以我的名额就是透过他们可以继续的在泰国来宣教然后他们就才派我把我们介绍到语言中心，就学啦，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当然还有很多。那现在目前呢，我也会读泰文字，也会用泰文讲道，然后也会写泰文。那这些是40年来这个基础，所以现在变成泰文
好像是我的母语了。好，所以我要跟各位开始进入到泰国的这个小叮当女侠的生活了。那我们今天看一段，因为这个生活太丰富了，我就怕你漏听，所以呢，我就今天就先讲宣教乐，让我们一起跟我一起走到太北山上，然后一起乐吧。我们来看看，好，这叫宣教乐。那刚刚主持人已经带我们看了，你猜得到了吗？刚刚是什么民族呢？啊，当然好多民族，我们来看看台北的少数民族很多，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所以当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宣教挑战。我们看下一章，你来看看台北，哇，这么多民族哎，我不知道你认识几个？你看有没有看到脖子长长的？那你就知道了，长颈族，对不对？哎，你看到刚刚那个头，这个亮亮的，有没有？最右下角那4个，就是刚刚我穿的，叫做阿卡族啊，因为帽子帽子就彰显他的一个身份，未婚或结婚啊。那这边也有拉胡，还有很多好不同的民族啊。我们来看，好，小叮当女侠要开出发了，哎。你看到没有？我一张一张让你看到，在台北的山区，小叮当女侠在这样子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居然待了3年呢。你看到没有？你一看就是荒无人烟的一个旷野，但是那一排那就是不同的房子。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很多的民族，所以你看这么多民族。我上面有写，有阿卡啦、拉胡啦、傈僳啦、百夷啦，还有佤族啦，当然还有汉族啦，所以差不多有500多人。那这些民族怎么办呢？民族跟民族之间，当然他们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分了几组，好像第1、2组就是汉人族，再来第3组是阿卡，然后第4、第5是拉胡啊，他们可以群聚在一起，彼此的照应。下面就是你看到礼拜堂，这个礼拜堂你一定很难想象哦，因为每一次我们从城市到永泰村呢，我们都是走路的啊。如果你不走路了，就要租骡子。什么叫骡子呢？你一定知道，马跟驴的配种哈。那马跟驴的配种，因为骡子很耐重。动物园有看过的样子啊，对对对，这个骡子不能生骡子的哈，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个骡子呢，我们说啊，这个有骡子脾气，表示很耐煎哈。那为什么会找骡子呢？因为我们会买一些物资，那买物资的话，我们没办法背，我们人可以走路走路。那你租一批骡子呢，就上山下山就是各100啦啊，所以我们如果每一天都用骡子的话，这个费用相当惊人，所以我们大部分如果没有买东西，我们就用走路。好，就是女侠开始了。好，女侠继续告诉你她做了些什么事。好，为什么我要选这一节经文呢？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山区真的是很贫穷，他们是种地看天吃饭，如果天不下雨，更没得吃的。那这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指的大家，请听，要我们注意听哦。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我们看到，但是福音不是只有穷人哦，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好，并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如果你没有去过教会，可能你不是很明白，我为什么用这个经文呢？那我从台湾一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环境。”我当时在大学完工作，1个月，你看40多年前，我1个月就有35000哦，那算是不错哦。对，已经算是很高的薪水。所以呢，我要到那个地方，好，我就开始在想，上帝啊，他们都比我穷我要跟他传福音，他们才会听呢。上帝就给我看了个经文，说，不要担心哦，我呢也拣选了这些贫穷人，但是金钱不能满足的，所有的物质呢都会过去的。但是如果他的信仰很丰富，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充足，其实你是最有钱的。好，所以我们不在乎外面的家道丰富，最重要心里面那个踏实感、充足感、满足感，你同意吗？
啊，以后我就开始在这群少数民族当中啊，中间我画了一个圆圈，就表明那是我啊，因为阿卡族的人，阿卡族的人都不高，其实我也不高，我顶多才160公分，但是在他们当中，哎，我算最高的哈。那当然，旁边这个穿普通衣服的女孩，她把她的阿卡族的衣服借我穿啊，所以我们就一起照。对，我以为是不一样族。没有，她是真的阿卡族，我是假的啊，我是假的。所以我应该是这个矮的。好，但是阿卡族有很多习俗很特别，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好，我们来看为什么我成为一个小叮当的女侠呢？可能你看过小叮当，什么都行，对不对？好，因为是这样子来的百宝箱，对，百宝箱什么都可以抽出来。那因为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人好像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呢，凡事都能。那我们这些是传耶稣的，他就当地的百姓，少数民族就把我们呢就叫耶稣老师，因为他也叫不出中文名，他叫耶稣老师。他说，既然在耶稣什么都能做，那在耶稣老师也什么都能咯。所以我就成了小叮当女侠。哎呀，很多东西是没有学过，你看吧，厉害耶！剪刀来剃光头，厉害吧？没有电的，所以要剪刀。哎，我现在看起来我技术还是不错的。你看那个光光的，考执照的蛮清楚的。对，所以我们就看到14要造英雄，英雄要造14。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就一群小孩子来。每个家长说：“耶稣老师，帮我的孩子剪头发。”我也不能说不行，因为我们都说了，耶稣凡事都能。好，我说坐一排，那时候我还不会哈。然后我就是好简单嘛，就剪刀前面哒哒哒哒哒剪，免费吗？当然免费啦，那边他们哪有钱啊？以后他们就看一看，说：“哎，发型都差不多。”他说：“好，老师不错不错。”我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意思哈，所以后来。4年有机会回到台湾，我就赶快去，有个同学开了一个美发店，就赶快去恶补一下，因为总要给人家个发型吧，哈，所以后来还是不错的啊，还是蛮有一点成就的。很厉害耶，剪发可以恶补，接生也可以恶补。对，那我们来看看，那除了剪头发以外，我写了很多，宣教士什么都要会。好，你看，取名字、定年岁、米银行、万事通，我要一样一样见证告诉你。可能今天我们就只能停在一个见证。为什么要取名字呢？因为原来少数民族他们是没有正式名字，不像我们有姓有名字。对，那譬如我教的孩子，我们要教中文，那我就叫这个贾拉，结果30个贾拉就站起来，我说。你们都叫贾拉吗？他说是啊，我们都是拉是老虎的意思，甲就是年嘛，甲子年，就是我们这些都是老虎年生的，所以通通叫贾拉啊。那我说那容易，那就贾拉1、贾拉2、贾拉3，30多个。我叫到中间，他说老师我被叫过了，我几号？哎呀，我说糟糕了，这下子我都糊涂了。我说好吧，那这样子好了，那给你们取名字吧。取完名字我也忘了，不会看字啊！一天到晚问我老师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傻啦，我说上次取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啊，又取名字啦，取到最后我的词已经穷了，又没有带中文字典，所以我说糟糕了，主啊，我这个神学院没学过取名字，也没人教过我，我最后就想到在台湾不是有区公所吗？有户政事务所，我终于想到一个方法，我说这样子，你们回家呢，等我就拿一个笔记本，一家一家的户口什么调查，把它记下来，那记下来我就说，那你几岁呀？他说老师，没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不知道几岁。我说那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生的呢？总之什么时候生的吧？他想了很久，要帮助老师找到答案。老师。我们是割稻子的时候生的，我说割稻子哪一年割稻的？老师对了，每一年都割稻子，对，每一年割着。那后来他们想说，老师既然给名字，他说那这样子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岁数啊，你看到没有？
哎呀，那啊，时候我心里说，哎呦，哇，圣经这个摩西比摩西还伟大，摩西啊，你看我还帮他取要名字，还定岁数，还要所以呢，知道他几岁，对我们定岁数说好，那你15岁，你几岁？所以他们用那个岁数来算年，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他的月跟日，所以呢，嗯，今天他们就拿了身份证呢，是，根本没有月跟日。那但是他们这样哦，出国很困难，所以是，就是只要没有月日的，通通都是1月1号生的。所哦，以他1月1号生的，你就不要笑了哈，因为我们实在只能给他的岁数，没有办法定他的月哈。那这样子的话，政府也方便，他1月1号嘛，他就可以嗯，给他身份证啊、护照啊，比较方便。看到没有？取难怪名字、定想年岁，说定年岁，我以为是哎，所以安太岁了，没有啊，原来因是要为看他上定几岁，几岁，那我们就只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几岁，也没是，他根本没有报户口嘛。因为山上少数民族虽然是嗯，泰国政府接纳他们，但他们是，没有出生字啊。他可能嗯从中国啊，如果例如阿卡族，他在中嗯国出来到了缅甸，缅甸他生第二代，我们就称为嗯缅甸阿卡。到了缅嗯，甸又来到泰国，叫泰国阿卡，但都不知道几岁。所以就定年岁。什么叫米银行呢？嗯，因为我们在山上要教他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有的要分享给别人。那我嗯们也教他说，哎，基督徒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奉献？那山上很困难呢，他们也不打工，谁给他薪水？他们自己种稻谷，然后养鸡。那我们就只好说，哎，也是可以的。你种的稻田呢，如果收的稻米呢，一捧一捧的，就是你看到放米桶啊或油桶的那种，这样一桶一桶的，你10桶呢，你就奉献1桶到教会啊，不是给哦，我们吃哦，是嗯放在那我们就特别盖了一个仓库，就把那个米倒进去，然后嗯弟兄姐妹家中有一些收成不好的，他就可以来借米，他可以来借嗯米，然后呢，收成好的时候他再来还米，这叫米银行，有进有哦，出啊，不嗯，是给老师们吃的，我们自己是，可以买我们的米。那时候嗯我是负责米银行的，就是计算，因为你嗯谁送来了啊？张三送来啊3本啊，李四1本啊2本，然后谁又借去了1本2本，你知道吗？就发生神迹了。因为哦，有一次我怎么算都发现，哎，你刚刚说到永泰人不多，500多家，是，但是很嗯奇怪，你出去的米比进来的米还多。哎，我就嗯问其他的老师，哎，你们有没有偷偷买米放进去？他说嗯，没有啊。那是，问了没有？因为那个米我都要用锁的啊，因嗯为米放在里面我们要锁起来的，只有我是，有钥匙，他们都没有。所以嗯后来问来问去说，啊，我们就说不要问了，我们感谢上帝吧，因为上帝知嗯，道我们需要米，所以他不断的生米，生哇，米，所以我经历到神机，所以太厉害，我开始很开心。就是刚无刚跟我病鳄说到的，鱼的神经，上帝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仰上富足。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来接触，你的信仰富足，其实你就拥有了一切。你看我们经历的多么好，所以万事通。每个家长发生问题，大人小孩的问题，每个都说老师，我们把小孩交给你吧，啊，然后怎么嗯样怎么样。我说你们是父母，做父母还是有责任的，我们来帮助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因为山上呢，这小孩子很瘦啊，他嗯们父母亲可能米饭都不够，后来我们就去买了那个维他命啊，然后就一家一嗯家分。我们在学校，然后教中文的时候就会分给小孩子吃嗯维他命嗯，啊。爸爸妈妈就来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给他吃维他命了？维他命嗯，很好，不是药啊，它是个是啊，补给，让他健康啊。他说不嗯，是，他吃了就开胃了，但是我们的哦，米不够吃，不控制，因为他哦，吃完了，他就本来他吃1碗的，他可以吃嗯3、4碗，但是米就那么一点点。哎呦，我们听了就非常的难过哈，很难嗯，过。以后我们也在山上就开始开一个农场，养猪，来教哦，他们啊，让他们是，怎么样生产，让他们做嗯对的东西。那这就是嗯你看到我们什么都要学，我都没有学过龙，但是到那边呢还要学。哎，小孩子看到吉他很好听，嗯，哎，还要教吉他。
啊，一辈子也没教过哈，所以看到没有，厉害，我是不是小叮当女侠？所以上18帝般武艺，给了我，对，18般武艺，所以你看到啦，对啊，后面还有很精彩的哦，因为不单是是要有这些东西，还是要接生，所以我们今接天只能生，停到这边，对，因为那对，个接生的故事呢太丰富了，你是，千万不要错下次过哦。一定要啊，小对，叮当女侠还做了好多事情哦。好，把时间交给今天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嗯，对大家非常开心哈，能够听到这么精彩的故事，实在是太好听了。下一集呢，我们有更精彩的，为什么会跑嗯，去接生呢？那这个是蒙恩之家呢，是牧师的这个帮助台北他们这些人的一个账号，对吗？如一个孤果说儿院，对，他们当然孤儿院都是因为刚好现在台北水灾嘛，那特别嗯缅甸的地方，然后严重淤泥很严重，所以我们是，也希望他们有饭可以吃饱啊，至少可以是生存。所以各对位，如果你嗯有这样的心，我们欢迎，我们一定会给你收据的哈。到时候你注嗯明一下，为蒙恩之家的这个水灾的患难捐助，这样子我就清楚了。好，谢是谢。现在。嗯，对，很多听说他们要那个搬污泥啊，因为水换完了，家里很多泥沙，那有很对多发这个财的哦，就是搬一对，车牧师说要没错，搬一车800，哦，对呀，那他们哪有办法？而且车子很少，是在缅是，甸哦，不是泰国，泰国还好，缅甸那边就没有办法。好的，好了，那谢谢观众朋友，谢谢今天好，呢好，拜老拜。师有人问呃，哦，牧师接的第一个宝宝是我男还7点可能是女？要教课，哎，我可能没办法哎，那下一次可以下一再回答次吗？你对对哦，对，对，你把问那非常题交给主非常持人，感谢然后我观再众朋友，慢慢，好吗？对的，好，谢谢大家，小叮当女谢谢大侠家要平安，去教萨瓦迪卡，记课了，得给自己按一个赞，好好，的，谢谢给我谢谢大赞，家收好，拜听，谢谢牧拜，师，再见，好，拜大家下拜，礼拜好，再会，一样好，的时间，好，好的，再台湾见，8点10分，泰国7点10分，还有好。欧洲2点10分，好，好，谢谢平安，多谢大家捧场哦，今仔日讲国语，后礼拜个继续吼，你真欢喜会当伫线上看到大家，继续来支持阮哦，好，大家平安，萨瓦迪卡。